你又知唔知道聽日其實係今年最強嘅催運吉日？因為聽日除咗係冬至之外呢，仲係今年最後一個嘅天赦日，係天恩開赦嘅大好日子。再加埋冬至，咁啱係陰氣開始消散，而陽氣咧會開始萌芽，一個好重要嘅陰陽轉折點，提供一個實用、簡單又有效嘅補運方法送俾大家。記得成個儀式咧係先懺悔，再去祈求。嗱，吉時都俾埋大家，用屋企嘅中心做一個立極點，揾出西位。如果咧咁啱係窗口位或者係望到天就更加好啦。記得要避過廁所位啊！你只係需要準備一杯純淨嘅水同埋一顆虔誠嘅心，講述自己嘅全名，誠心向上天懺悔一下今年可能自己做得不足嘅地方，再去祈求自己想得到嘅嘢，將你美好嘅願景咧描繪得越清楚，其實越好。立氣禮成之後呢，就將成杯水飲晒佢。當然，多做好事，多講好說話，亦都可以幫自己積累福德。唔好當佢係迷信，其實佢更加似係一個美好嘅祝願。過程咁簡單，做咗亦都可以圖個安心。試下當然無妨啦。